大师兄，你不必再追我了。我不是你大师兄。你，怎么是你啊？你心底还是盼着是你大师兄来追你吧？你为什么偷听我讲话？这天大地大，我偏偏就在那儿，怎算偷听？更何况，听到的可不止我一个。我现在烦得很，你别惹我。你要干什么？丫头，我现在可不管你的心情，早上的事，必须有个了解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掌门，掌门，什么事？不好了，紫铁破了牢笼，逃出来了。马上搜山，绝不能让他跑下山去。
你把他打死了？只是点了他的命门，够他晕一会儿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资铁是上古神兽，轻易不会出现。他会在这儿，多半是经过他的牢笼，被其冲破。我猜不出半个时辰，就会有人找上门。趁他们还没发现，走吧。你不杀我了？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明白勿失口于人的道理。想好好活命，把嘴闭起来。你也是个聪明人，应该也知道，面具戴久了，可能就会忘了自己是谁这个道理。